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你除了关心咱台湾的立法院，你嘛爱来看卖伫欧洲发生了一个真大的代志。这是5年一摆，27个国家，总共有3亿7300万人因来选举。欧洲议会联盟欧盟。 咱讲欧盟议会敢真正有力，敢有同心做伙拍虎甲掠贼？敢若是乌克兰援助就武甲无剩车？那么中国、美国这个三角恋情是安怎来收煞？咱今仔日好好啊，甲专家来讨论。 首先，咱来绍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淡江大学外交与国关学系副教授张福昌。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那么第二位，咱资深的外交官，嘛是咱派驻在法国前大使卢庆良。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平安。那么第三位，国政基金会副研究员李正修。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 那么第四位是咱欧盟研究协会副理事长王书维。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安。是，咱首先呢，咱就来关心，到底这个欧盟因的选举对着整个欧洲政体的变化，跟咱台湾的关系是如此吗？首先头一个法国就受到冲击咯，极右派政党在这摆在欧盟的选举当中声势袂歹，那么隶属着法国这边。 总统马克宏因家己的中间派联盟，即届是选服极右派国民联盟，为着要打击极右派的势力，马克宏即摆是嘛宣布改选国会，要提早伫6月底来大选。 5年一摆的欧洲议会选举，初到结束投票，初步结果显示，法国总统马克宏的中央联盟政党大失败，得票率干那极右派国民联盟的一半。马克宏虽宣布解散国会，提前伫6月3日举行大选，第2轮的投票定伫7月初7，也就是巴黎奥运7月2日开始进行。法国会经过一场政治的大地动。Cette décision est grave, lourde. Mais c'est avant tout un acte de confiance. Confiance en vous, mes chers compatriotes, en la capacité du peuple français à faire le choix le plus juste pour lui-même et pour les générations futures. Confiance en notre démocratie. 由马林勒庞领导的国民联盟以超过30%的得票率大赢马克宏领导的联盟，伊也正做2027年总统大选当中马克宏上大的对手。 也拿5年进前就已经出头，大力主张反移民。今年干那28岁国民联盟政治的新人巴尔德拉，初到也强调，法国已经在靠改变的风。Ce soir, un vent d'espérance s'est levé sur la France, et il ne fait que commencer. 今年会选出720名欧洲议会议员，席次按成员国的人口济少来决定。德国上济占96席，法国也有81席。不过，这两国的极右派拢成果袂歹。也拿意大利总理梅洛尼领导的极右派意大利兄弟党，也伫选举当中领先。比利时初到举行欧洲议会甲国会各地方的3合一选举，总理德克鲁所领导的政党，伫即届和左右派双头小的情形之下，敢若摕到7%的选票，也互伊伫地数的时流目屎。总体来看，即届欧洲议会选举，中派犹原是领先，不过也袂当轻视左右派极端势力成长的事实。也若欧洲整体拢咧向右派咧起。 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已经得到中央派的支持，伊安尼按算会得到新的5年任期。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咱即摆吼，要来用1点钟的时间要来讲，其实是议题是真大吼。所以咱来聚焦讲，他拄仔新闻开始讲起讲，法国马克宏为了即摆，即个欧洲议会选举选了真歹，所以规去改选伊家己国内的即个国会。 这到底是什么意味？吼，这小弟要请3位甲线顶王老师来解剖。首先，咱来先了解欧洲议会吼720席次，而且吼即摆也讲啊，讲中间派吼超过189到89，80席，但是这毋是吼铁板一块，
即有当时吼，看即个议题，有当时走较济，走较少安尼吼，加加多多少少。我要首先吼来请老师来甲咱讲吼，欧洲议会对着一般的即咱台湾的观众朋友，其实欧盟咯，就是我细汉时咱就欧洲共同市场啊，开始变，到底即个是有力啊无力，还是有即个约束力？对着因国内家己国际，因这欧洲各国有即个约束力，头我讲无，阮这大的会议啊决定啊，咱就要遵守，敢就安尼？啊是有讲大家是安尼懵啊安尼，懵听，老师咧。欧洲议会是欧盟内底唯一一个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一个欧洲机关啦。那算做有民意基础，是属于民意基础上深的一个机关，所以伊的代表性是真大。哦，听来咱台湾的欧洲议会犹太小组的成员，哦，伊对咱台湾的政策也真支持嘛。啊，这个欧洲议会伊的官刊哦，伊是有立法权，有人事同意权，有政策监督权，伊有算审查权。啊，这是伊这个赞助是关于，譬如讲关于法国、关于这个德国，其他世界各国安尼会当比伊较悬的吗？欧盟的决定是比会当影响是欧盟各国的政策，比如欧盟通过的政策。德国、法国拢要去遵守。啊，欧盟的政策安怎去通过？就是讲有一个叫做欧盟理事会 （Council of Europe）， 哦，甲欧洲议会去合作去立法。哦，啊，你头讲的迄个冯德莱恩，迄个是欧洲执行委员会的主席，伊是负责提案。提案出来时，由这两个欧洲议会甲欧盟理事会来合作来。1读、2读、3读来通过立法，来让27个国家拢去遵守，所以伊的影响力是有的啦。啊，但是这有敢有约束力？有啊，伊通过的法律是对各个会员国拢有约束力。哦，所以咱只要讲咱看到讲一寡政策，比如讲伊现在对中国要制裁，制裁这个政策通过啊，法国、德国一定要去遵守。哦。啊，比如咱伊对咱的岛啊，要扣3%的关税，啊，27个国家对台湾的岛啊，入去拢爱扣3%。袂使4%、5%、袂使，约束力是为这来。就某种程度爱受约束力。伊受真大程度受约束力，敢若伫遐外交甲国防军事方面是还袂有绝对约束力。所以外交、国防、军事这3位，还爱努力啦。对，这因为讲主权让渡嘛，会员国还袂甲外交主权甲军事主权，还袂提出来、留出来互欧盟啦。是。所以其他经济方面的政策啊，经济主权拢提出来互欧盟啊，欧盟决裁共同的经济政策、贸易政策，对27个国家拢有约束力。是，所以观众朋友先有这个概念。第二个问题，我来请教就大师吼，是安怎？这个法国的这个马克宏，随着规矩铲倒瓜切我甲改算去，讲我要甲你拼，是咧拼啥物？这对咱来讲是真趣味的一个议题啦。啊，对法国人大多数、绝对多数的知识分子呢，拢认为讲这是一部险棋啊。啊，有伊冒险的所在，风险真大，因为有可能呢，即摆要改选对无？改选了，有可能伊的所领导的这个主流派吼，好行动，输去，这有可能危机伫迄代啊。啊，但是我倒转来讲呢，我那有专家咧批评讲，咧分析讲，马克宏总统伊会安尼做呢，伊是会使讲是算好啊。就是讲，因为欧洲议会议员的选举。无等于国内立法委员的国会议员的选举，无共就对啦。就是讲，伫国内内底，因为你民众呢面对两轮的投票率、投票方式、投票决定的结果呢，会变做讲，大家是毋是更较侪人对极右派内底会袂放心？因为袂放心，因为真侪议题，因拢是反对的。
当然，比如讲，伊反欧盟啦，反即寡政策啦，包括即能源政策介绍啥，欧盟管伤济只吼，大家拢有意见啦。啊，这真正常，民主国家本来就有不同的意见嘛。啊，即摆伊就算讲欧洲议会议员，伊无选赢啦哈，咱讲我无讲伊选输，我是讲伊无选赢。诶，情形是安尼，无必然是讲伊即摆国会佮重新改选的时阵，伊选袂赢。哦，迄都无共，意思都无共啊。因为民众吼，我要讲的重点伫迄度，就讲法国的选民因的理性程度、智慧的决定呢，是毋是咱即大家会当想会到的？这点就是讲我看的角度无共。啊嘛有人讲吼，因为这伊的对手吼，瑞本吼，瑞邦吼，无这个执政的经验啦。啊，伊若互伊去做吼，无得讲吼，做无2-3工就大家就马甲要累甲以后规个拢失去啊妥。这是一种危机无毋对，但是选民呢有一种期待的心理。因为马克宏老实讲，伊执政以来4党加2党，到即么为止呢，算袂歹啦。哦，我的看法是算袂歹。以往的国民的这种就业率吼，对11%到10%提升啦。即摆降到。即摆降到剩7.3、7.4，4月份呢7.3尔。这对法国人来讲，这是好事。但是面对着其他的挑战，包括呢，伊的电费过去2党平均起45%，伊的通货膨胀对吧？甲伊的这社会问题咧，尤其是因为俄乌战争的关系，影响到2个，一个是经济成长以外呢，大家无安全感，这才是较重要。啊，你若吸油派起来的时阵，无毋对，主持人你讲惊伊无经验，啊，但是主要是伊的政策互民众袂放心。咱若将马克宏第一遍选甲第2遍选的时候，到尾啊马克宏谁会赢马克宏就变。主要就是民众甲听讲，我这个国家，我真正来搞这人，搞这个自由派政党去执政的时候，可能我就爱较小心咧。所以呢，到最后的关头的时阵呢，我咧滚笑讲。这2遍吼投票的时阵天气拢袂歹，法国人天气好，伊要走去别日头哩啦。但是我下袂煞咧，选举若搁去互这急油牌选去吼，我明仔载毋知要安怎过日咧。所以呢，先投票了再去别日头。这就是我的解读，就是讲法国人以民主成熟度、伊的理性的程度做最后的决定。所以也是免啥伤惊的意思嘛。关心都唔免惊啦，关心哦。咱是主要要讨论哦，是讲即摆即欧盟选出来讲，是毋是选出来拢一寡个习近平的好朋友啦？吼，李老师，你安怎看即摆整个欧洲议会选举的这个结果？是啦，确实哦，即个这个极右派吼，这个大有斩获。确实踮咧，即个足侪国家的席次吼，这个增加足侪。啊，毋过咱若根据即个得票率来看，也是踮咧各个国家来比吼，系来比吼，其实吼对即个较大的国家来讲，其实因增加，啊，毋过增加无甲讲，伊有法度去甲因原来国家的政策规定，较无迄个实力。吼，我即摆看就是讲，根据即摆的得票率来讲，因为即摆我咧统计嘛，吼，啊，毋过即摆来看，踮咧俄乌战争开始。上支持你讲，除了即个法国啦、德国啦、吼意大利话，上支持即个乌克兰的，像波兰。波兰即个极右派咧，其实伊的得票率其实有降低。哦，颠倒降低。嘿，啊，搁有的意大利，当然意大利有的极右派，一个是起源，啊，一个其实有降低。啊，过来捷克咧，其实嘛是有降低，极右派。所以其实对正讲对即个。战争是风险有感觉，有讲这种切身感受的国家，其实对这个政党的选定吼，伊会更较小心。所以对即摆来讲，当然啦，这个极右派大有斩获，像我头讲的，一开始因开始比声势真好啦，比5年前得较侪这个席位，无毋对啦。啊，毋过你若讲正去影响。因一个欧盟完全的政策，包括安全啦、国防啦，吼，还是外交这个政策来讲吼，其实嘛无遐简单啦。因为这几个大国，吼，像大家讲啊，
法国啦、德国啦、意大利，因这个原来的政策其实到即马来讲，嘿，因为因这三个党的执政党，因的政策照理讲嘛无受到伤大的挑战，嘿，即马来讲是较无啦。啊，不加减啊啦，因为大家讲嘛，因为这极右派甲左翼，左翼政党因的得票率开始有增加。这加减加。这两个加起来有当是对中国拢言论拢较友好哦。确实啦，这确实啦，所以对那样讲，那对后面来讲，整个大方向的外交来讲，影响无遐大。不过那对个别国家来讲加减有影响。譬如讲，因这可能影响因这个国家，因单一国家对这中国的态度，然后。刷起来，比如讲，因个颠倒转来讲，影响因这个国家踮咧欧洲、欧盟在讨论的时阵，还是欧洲议会讨论时阵，对，可能加减有一点伊影响。我是感觉讲影响其实无遐大，因为即马踮咧欧洲来讲、欧盟来讲，因的外交政策，这个国防政策，大多数嘛是掌握踮咧家己的国家啦，不止嘛，是讲德国啦。法国啦，这较大国家的手来啦。所以佫是看这两三个国家的这影响，对了，确实啦。来，咱要来请教一下线顶的这个王老师。王老师其实咱首先咱有先过沟通请要请王老师来讲讲到底这欧盟因的议会、欧洲议会选举的结果咱咧讨论咱。有个人讲，这样的整个欧洲极右的这个风气开始起啦，安怎？其实我咧看，超10几档、20档进前的一些剃光头的，就踮咧街仔路咧四个人往咧撞啊，老师，你直接甲咱做一个描述，讲到底这极右派在这个欧洲的一般人的生活当中，甚至是议会当中，这个影响力到底是强还是无强啊？其实我安尼讲就是讲规个右派的迄个变化，伫这20几档以来是有真大的改变。21世纪初的时阵迄阵奥地利的一个迄阵的总理，捌选出过一个极右派的，叫做海伦。迄时阵27国的这个拢做28国28国的这个等于所有的这个欧盟的成员国。拒绝甲伊做伙开会，因为伊是极右派，甲咱无共款。但是20几档变化较大，即摆规个极右派的即个势力已经大甲大家普遍爱去接受，你无法度甲抵制，所以这是一个无共的即个情形啦所以我要讲的是讲，其实极右派的即个势力伫规个欧洲社会内底，已经有一个去妖魔化的一个现象。所以一个去妖魔化现象，就是讲一般人民袂感觉讲伊就是敢若妖魔鬼怪过去咱讲这个。迄做咧共款，甲这个光头的这个纳粹共款。因以前甲当作是纳粹，但是即摆已经无迄个形象，迄形象已经改变啦。所以这个是一个真大的变化，所以伊才有法度伫即届选举，咱看到足侪所在拢有足大的成长。所以这是一个当然大家爱注意的所在啦。是。当然，第二点是讲，欧洲议会的选举结果，一般来讲，甲欧洲国家内政的部分并无足深的牵连嘛。就是讲，就算一般欧洲议会这边你选了好还是歹，基本上并无直接影响到国内政治的变化。因为事实上啦，虽然欧洲议会有一寡功能，但是大部分的民众并无遐尼关心啊。那安尼如此看来，马克宏要用这个机会来改选国会，毋就是悬哪给小金咯？我一个比喻就是讲，这届的选举结果，马克宏去国内国民议会改选，看起来敢若是讲白狗偷食，但是受处罚的是黑狗。黑狗。因为国民议会是忽然间叫化改选，但是这届。改选的是欧洲议会，甲国民议会明明就无关系啊。但是无地带啊，谁去改选国民议会咧？
所以这个有另外一个，我感觉对马启宏来讲无共的意义啦吼。啊，这无共意义，我分3点来讲啊。第一点就是讲，伫欧洲的领导部分，马启宏甲德国过去法国甲德国拢是欧洲2个领导者一个双头马车。但是即马因为规个这个地缘政治的变化了后，马启宏一直要做欧洲的领导人。哦，伊想要做头。嘿，所以这是第一点，伊要做领导人。伊即届的欧洲议会选举选到头的时阵，伊的所有伊的迄个信用，大家感觉讲啊，你要做欧盟的领导人，结果你伫国内的欧洲议会选举选到遮尔歹看，你是有啥物资格来做咱欧洲的领导人？这第一点。第二点是伫地缘政治上，其实马启宏一直甲法国杀去上头前，哦，要哪讲伊杀去上头前？譬如讲伫迄个俄罗斯的这个甲乌克兰的这个战争当中，伊前一阵仔讲，我要送偌济台，嘿，要派兵，甚至要互因迄个 Mirage 吼，换上的2000迄个战斗机要送过哦，等等吼，所以伊冲到最头前的。另外，咱嘛看会到伫迄个6月初6的这个诺曼底的这个80周年的纪念大会，伊办甲足大个哦，所有各国元首大家拢来啊，哦，所以办甲规个足大个。过来跳热的时阵，要有奥林匹克伫巴黎要举办，所以种即寡代志拢显现着讲啊，马启宏甲法国的地位杀伫世界的头前啦。啊，法国的地位有遮尔强、遮尔厉害，伫世界头前的时阵，是毋是恁法国人民伫过来拢有迄种公平感，拢应该当做一个法国人吼，爱有一个骄傲，所以这是我。我互大家这个机会，也是讲我互大家这个有这种成果吼，大家应该甲我做伙拍拼才对。好，所以这是第二点。但是即届真明显，欧洲议会选举无互伊这个应该伊感觉应该有的一个这个反应。好，第三点是讲，因为2002年才拄选完总统大选甲国会大选，后一摆的总统大选甲国会大选是2027年。过来是2028年的区域甲大区的选举，就伊的地方选举啦。是，就是讲你伫即中间甲2027年之间，其实并无任何的选举。拢无选举。所以，无选举的时阵，啊，你若无其他的改革，任何较大的政治动作的时阵，伊并无较好的理由去找讲啊，我想要改善国会。所以，伊是即届利用这个机会去改善国会，伊有即种的迄个做背景伫遮啦，因为你若照迄个选举的时程去看的时阵，过来伊并无较好的一个 timing 去选啊，所以伊即个会选呢，我感觉伊的理由大概伫咱头先讲的即3个部分来看的时阵，应该就是照安尼去看，所以伊做即种选择，当然即种选择对内政来讲，足侪人认为是足危险的，因为你才拄选输尔嘛，吼啊拄选输尔，你谁人有法度讲国内？你有把握你会选赢，哦，所以这个是一个足大的这个我人讲政治上的这个跋筊啦。但是咱嘛，搁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时阵，2027年伊即摆拖到2027年，头拄咱讲迄寡代志，不管是迄个地缘政治的部分，还是讲法国国际地位时阵，敢有法度一直迄个 momentum 一直维持在遐，嘛无一定。所以伊要等迄 momentum 遐伫的时阵，竟然去改选，伊可能还有机会。所以我感觉伊咧暗算的是这点。哦，老师，你敢若有巴肚内面的文堂哦，拢甲讲出来哦。来，我是要随着你在线顶稍等下，我先请吼咱张老师来讲吼，互观众朋友一个概念，就是讲，到底这个欧洲咧讲极右派啊极左，到底伊是咧右啥物，是咧左啥物，还是咧差啥物？整个规个这个大议题吼，是啥物大议题？包括大家都真正咧讲排外啊，讲。移民啦、经济啦、援助、乌克兰啦，还是啥物物件？是啦，即个选举的反应就极右派的欧洲哦，基本上是反欧盟的啦，啊，欧盟啦，啊，欧盟所主导的政策啊，因感觉拢伤过拖沙，无效果。国家主义，所以国家主义，即马国家主义应该要表现出来，所以法国嘛是行这条路，哦，即个选举大多。吕大赛甲四位教授伫遐讲，伊为啥物要即届讲要改线？哦，因为伊外交做个遐水嘛，哦，
蔡雅水啊抱起来，这个法国应该是广东港应该有，应该会支持较济。想讲出口转内销讲。对啊，所以伊讲，伊即个就摆伫遐讲，伊只拍算唔对去嘛。伊外口的成就内情无做了足好个嘛。所以即摆极右派内底即个反欧盟即点，哦，啊，甲欧盟的政策对法国、德国这非原国的约束，伤过大。即伫遐 Brexit 英国脱的时阵，已经反映足济啊嘛。因为这个主权国家讲，我这主权让出来互你，你做代志做到不得不切，对我国家的发展无啥物帮助的时阵，伊就反抗。啊，这极右派政权。伊就掠着即点讲，譬如讲几年前的欧债危机，哦，伊甲货币主权拢搞出来欧盟设计一个欧元，哦，啊，结果用啊不得不切，啊，大家拢拖咧做伙死，哦，一个死了有问题，大家拢做伙有问题，啊，大家替伊咧切家村吼。对啊，啊，即摆难民问题、移民问题嘛是代志了了。叙利亚难民跟非洲难民，伫欧洲国家内底负担真大哦，因爱负责伊食穿嘛，爱互伊生活费。这老师咱清停的遮吼，可能观众朋友啥无了解，讲是安怎即个移民走去到，即个难民走去到因这国家吼，我知影讲，譬如讲德国，爱互伊食，爱互伊厝通好睡，爱互伊食，爱互伊就学，拢爱互钱呢。对啊。爱补贴，啥物拢爱有补贴。对啊，这是国际法内底规定，1964年难民地位公约内底嘛。你接收难民的国家，你就爱有义务去照顾伊。伊也讲，这个囡仔是要读册，你爱安排伊读册。伊破病了，去互伊医生好看。啊，伊也讲，到你国家内底哦，这欧盟的做法是讲，你也讲，你也伫遐希腊登陆对无？啊，希腊的政府你来负责去办伊的生活问题。你先爱甲安排一个大个所在，啊安排了的时阵，你爱帮助伊找工课，找工课了，哦，你爱互伊融入当地的社会，哦，变成你国家对你国家有贡献。但是即款极右派无爱即种，甚至还佫要叫伊遣返去第三个国家。因为这个过程内底，欧盟处理了真拖沙嘛，哦，比如讲难民入来时阵，到底是讲爱安怎去收留？收留的标准个天数是安怎？哦，改来改去哦。做法上内底哦，比如讲以前的叙利亚难民，伊的目标是要走到德国，因为德国的条件较好嘛，政策上好，上好保障较好嘛。所以伊甲希腊的时阵，甲希腊警察啦，啊，伫遐秘小揣歹互掠着，因为去互希腊警察掠着，伊了爱着互绑到希腊内底。袂使去走去德国，啊，走去德国嘛袂使去按顿伊处理伊，所以这个政策互这个难民问题吼，安尼。所以老师讲起来，伊这27国、26国的之间吼，嘛是分袂春车，啊，彼此之间就无共款利益哦。你若讲国家的利益哦，超过欧洲的利益的时阵，国家就会采取伊保护家己利益的做法啦。啊，这样咱欧盟的制度内底讲，你若讲无遵守我的政策，会使甲处罚，哦，处罚你罚钱，还是讲甲摕掉伊伫遐欧盟内底投票权，哦。啊，毋过这是足极端的做法，破坏大家的和气嘛，哦。所以这边安怎？所以你讲难民出来时阵，欧盟基本上是按照你的经济能力、你的人口。甲伊的收入的数量来判断讲，这批的难民入来，哦，按尼分偌济，啊，像啊，你现在东欧国家就讲，阮无钱嘛，无钱嘛，所以反对欧盟要甲处罚你，伊就耍赖啊，你也没办法，哦，所以毋就敢若联合国共款就对啊？无共款啦，我头有讲过讲，欧盟的政策基本上对会员国是有约束力的。你要去遵守。哦。我遵守的时阵，无确实去遵守的时阵，你要处罚的时阵，你处罚袂到伊。所以老师，互咱一个概念就是，咱袂当甲欧盟当作是无咱无理的联合国。毋是，绝对毋是，伊是有制度性的，有制度性，冇当处罚。我要请大使来甲咱讲哦，安那么法国
伊在这个后面当中是老大还是老二的？好，老大老二吼，对于咱观众来讲吼，对咱台湾来讲吼，拢袂要紧。恁去争，迄恁兜的代志。我重视的就是讲，不管什么人做老大老二，你重视我的存在，你愿意甲我改善关系，这才是咱最大的国家利益。即摆今仔讲这个议题内底，咱是毋是当请咱的观众朋友来了解讲，是安怎集右派内底这边的有遮济票？哦，其实这个遮济票，他拄啊两位先前拢有讲过啊吼，袂影响到遮会员国，尤其是大国，像法国来讲安尼吼，因本国的这个所谓的政策的调整的方向，咱知影。法国伫传统上哦，就1958年伊的第五共和国开始以来吼，伊拢有一个路线，我要行独立的传统外交路线，就是我要摆脱美国的这个约束啊，伊要行家己的路，你行家己的路啊，刚才头拄啊，教授讲，伊行了算袂歹，国际议题内底呢有发言权、话语权，做了完了袂歹，真侪想法呢，别人唔敢讲，伊拢讲。马克龙总统伊甲讲，甚至讲要训练军官，训练因遐士兵啦。这个俄罗斯伊就讲啊，好，你若安尼，我就拍你这教官哦，就你若来乌克兰内底啦吼。当然这大家称拢相对，其中有一项真重要。马克龙呢，以前你讲伊甲普丁战争发生进前啊，关系袂歹对无？所以呢，以前你讲我若出面内底先，对啊，讲一个就 OK。结果呢，到即卖为止呢，伊。头痛大事就是马克龙总统，但是伊佫袂使头洗了了，像讲我无爱洗啊，伊无会收卡，伊袂收卡。法国人的法兰西的骄傲呢，一定互伊继续佫加落。伊这几年来咧，影响到国内国民的生活。国内国民的生活是安尼，包括咱头拄讲的移民问题，你知影？要接待这难民吼，真大投资，你知影？梅克尔总理先下台。伊为着要接待这个叙利亚的100万的这难民啊，因了偌济你知？700亿个欧元。法国呢为着要招待、要款待好人，招待安顿啦吼。对乌克兰造出来这，伊迄种9万几个，要到10万啦吼。伊用偌济超10亿个欧元，今年会增加。伊安排这难民，除了讲哦，食衣住行以外，包括医疗、卫生、教育，拢要负担呢。所以即摆你会当看着讲，这难民哈，乌克兰造出来这难民的，到即摆为止也要到600万啦。600万内底呢，有想要转移的60%，有想要转移哦。即摆有真正有行动要转移的，无到40%。哇，所以对欧洲国家来讲，这负担好巨大，迄不得了呢。所以老百姓你讲，我若要税，对吧？佮加上讲，我即摆因为乌克兰加准讲，若无法度拍赢啦。马克龙总统讲过来遍，咱一定无论如何爱帮忙乌克兰拍败，伊讲打败哦，拍败这个俄罗斯，对吧？这个情形之下内底，老百姓若要拍，我们就钱一直继续出去。即摆无法度收卡。所以呢，伊即摆马克龙总统伊用即步来讲，原来阻止讲，目的是要阻止极右派，马克龙就变吼。伊即摆，因这是欧洲后面的选举嘛。伊即摆过来下任总统要选举的时，伊自信满满啊！伊对因爸爸迄当时，然后伊就变20当前、26当前啊。个伊家己出来选3遍内底，你甲看来讲极右派一步一步起来，但是要起来甲讲真正。得到这个权利内底呢，这边的危机伫咧倒哩啦。到阵讲，因若这边改善国会，佮定选输的时阵呢，一定迄个即马自由派吼，就全国人民这个少年的这个吼，这足优秀的。你看听电视辩论啊，迄真正风采也不错呢。这听用法语讲，我想讲哇，这有影牛呢，迄真正是人才。所以伊就有可能，大家拢认你讲，伊可能是下任的总理，因为伫左右共治嘛。对吧？伊若选输一定要联合政府嘛。所以安怎呢？我是感觉讲，这咱爱保留，咱会当关心就好，咱唔免担心，因为无遐简单。法国人啊，因到尾啊，我头拄讲，因有因的智慧。所以咱就，但是我也是上关心的，就是讲到底即个习近平的这朋友们，在法国也好，还是在欧洲议会也好，到底因会安怎运动啦？因为过去咱也知影，这因的主席。去到中国吼，对伊安尼
袂使讲大声细声，讲啊真坦白的话吼。到底这个欧洲议会从此以后会变做什么款？是啦，当然，即马结构派即马来影响有扩大，哦，确实因为即马的时数增加嘛。啊，不过你讲正要去改变即马欧盟对中国大陆、对中国的政策来讲吼，其实嘛无遐简单啦，嘛无遐简单。啊，不过当然啦，即马对即几个政党来讲吼，即个结构派因来讲，因关心的是啥？因关心是经济嘛、移民嘛。啊，即马经济来讲吼，其实因对即个欧洲甲中国中间的即个贸易吼，特别是即个关税，也是即个中国即个电动车什么即个部分哦，其实因嘛是正足关心的。因其实老师，你讲关心的意思是讲，伊嘛是反对中国的倾销。当然哦，因加减嘛会烦恼啊。因其实踮咧贸易来讲吼，因其实立场其实嘛重硬，伊嘛是希望讲欧洲甲中国大陆即马中间的即个贸易吼，用个平衡，因即马关心的是啥？贸易嘛，即个能源嘛，啊甲即个电动车，吼，啊大家即个甲足敏感的即个半导体。所以咱袂当干那讲哦，极右派若是势力较大了，可能啊，这整个议会的方向就会变，无遐简单。无遐简单，因为吼，即马大家国家嘛是咧看讲，无毋对，因为即马大家看到讲，中国大陆即马对外的即个行为吼，确实大家讲战狼，即个非常侵略性，吼，非常侵略性。大家拢看嘛，即个大家拢知影，即个可能。大使嘛知影，即马中共对驻法国大使卢沙野嘛，即个大家拢典型的战狼嘛。啊，其实这毋是讲对中国的即个国际形象有改善哦，电动是拍歹。因为伊甲即个法国的即个，毋是讲法国内面的人，都常常咧搭嘴鼓啊，啊无认输啊，所以这其实对。中国吼对外形象是其实是歹的啦，其实是歹。啊，你讲这个自由派，因最终到后壁，伊是嘛希望踮咧家己国内有得个这个权利嘛，所以因踮咧这个家己国家的贸易啦，吼，还是甲家己国家经济有相关的政策来讲吼，因其实嘛是爱打稳家己的立场，嘛无可能讲啊，我想要甲习近平交好，所以我啥物拢会个答应习近平的条件、的要求，无啊简单。是。下来我要来请教线顶咱的王老师吼，王老师，我两个问题吼，最后一个问题，小咱你会当回答，就是讲，这个欧洲议会还是欧盟吼，上欧美到底会当行做讲一个较有一统的，较有共同协议，还有共同行动，啊，而且真正在军事、在外交顶头一致，敢有这个可能性？这上后尾才讲吼。刷来吼，要请教着王老师，就是讲，我知影，譬如讲老师他讲着奥地利吼，奥地利也出一个极右派，啊，本地吼叫用晓出来讲，伫德国吼参加一个秘密会议啊，甲因这个另类的这个政党吼。真个另类选德党吼，咧秘密会议啊，讲要甲即个移民吼，跟啊移厝甲移民出去。啊，现在吼德国甲动起来，讲哦袂使，你袂使过来入境。到底奥地利是安怎来按遮侪摆啊，变做是极右派即个三星的山地，还是讲整个欧洲毋那是因啦？啊，佮其他吼，啊佮足济啦。啊，即个情形，敢有可能因为刷落来 Trump？有可能有个选调哦，这个变化吼，要安怎参落去共同来思考。是啦，我想主持人提到这个问题是真有意思啦吼。啊，先讲咱欧洲的这个部分啊，其实即马欧洲有足侪国家拢是极右派咧执政啊。啊，譬如讲咱头拄仔讲的奥地利，甚至是荷兰甲这个意大利，哦，咱就知影讲即马因拢是极右派咧做因做政府的这个头家嘛吼。啊，但是我必须爱讲啦吼，就是讲规个欧洲的极右派，因对譬如讲因对中国的态度，
因对俄罗斯的政策，因对甚至对，譬如讲咱头拄讲的纳粹啊，纳粹这的种种的态度等等，其实并唔是完全共款。哦，所以就算是自由派，但是因伫每一个国家当中，伊是有做一寡调整。哦，就是讲咱无法度甲欧洲的自由派规个拢甲藏伫一个篮底。哦，其实因可能迄个篮是无啥共款的。所以若安尼分开去看的时阵吼，较会清楚讲啊，是安怎咱即马无法度甲规个欧盟，啊是讲欧洲国家遮的自由派，拢总看做是共款的产品吼。其实因有足侪无共的考虑啦吼，所以这是第一点啦吼。啊，第二点是讲，咱即摆看自由派规个即个发展了后吼，当然有一部分啦，我感觉就是因会去反映着即摆欧洲社会对，比如讲一般民众经济上的、社会上的，甚至文化上的即寡压力，哦，伊有感受到讲外来势力慢慢啊影响着因本来欧洲人生活的迄个基础甲背景，哦，譬如讲宗教，这个是一个冲突。长久以来的冲突，啊嘛是制造成文化的冲突等等啦吼，啊，这个就是其实较大一般人民会感受伫遮，所以透过种种的这个反应，还是讲选举，互政府看到讲即寡变化，其实人民是有感的，政府应该做一寡代志来做一寡调整吼，所以我感觉有一点的这个主要去观察。第二点是回到头拄主持人讲的迄个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讲未来欧盟有法度发展出一个较一致的这个政运作的这种方式，还是讲解决的正可能性无？以我目前看到的欧盟，还是讲规个欧洲咧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要行到一步，其实是有一寡困难啦。哦，因为迄个是规个欧盟设计的这个我讲。先天的一个限制啦，哦，因为因基本上也是一个主权国家，大家也是主权国家，欧盟会使讲是一个主权国家的俱乐部啦。但是主权国家各国主权国家当中，伊也是爱讲嘛，伊家己主权的上核心的迄部分啦。所以这核心迄部分，伊袂放互欧盟啦。所以伫军事上，虽然伊咧长久来以来国防、军事甚至外交，长久以来讲要有较深的合作，但是基本上牵涉到每一个国家的协商利益的时阵，无遐尼简单就大家拢会同意啦。所以这可能还佫有爱需要较长的时间啊，慢慢去运用。所以我追问一个问题吼，那从此以往，欧盟抑佫是欧盟，那么？咱譬如讲，咱对欧盟的一贯的政策啊，甲咱台湾的关系，敢会因为最近这所谓的这个地缘政治来改善？因为看起来咱即马甲中欧吼，甲法国慢慢啊，这个关系也是慢慢啊在改变。然后咱的情势敢会较好？以目前的发展来讲，我的观察是，因为大部分伫外交，还是讲伫这个两边较政府甲政府之间的这个沟通的部分，其实也是甲欧盟的执行委员会较有关系啦。所以欧盟的执行委员会基本上并无受到欧洲议会选举有遐尼大的影响啦，毋是讲无啦，但是并无遐尼大的影响，因为头拄仔咱张老师嘛有讲嘛，其实。欧洲还是讲欧盟的政策，顶头也有一个是欧洲理事会，吼，所以欧洲理事会是各国的元首咧组成的，迄部分有出大决定的这个权力啦，所以并毋是欧洲议会这边，因欧洲议会要做啥物决议了，因就有法度单方面去达成的。是。所以我要请教的张老师吼，他昨王老师也讲，这个欧洲吼、欧盟吼，顶头还有一个高峰会议啊。是。即高峰会议的决定权，咱只教讲，即马咱也知影吼，譬如讲来女大赛伫法国的时阵，甲即马即个变化其实是算真大吼。咱整个你会当评估者，讲即27个国家吼，若是讲算讲对咱较好，对咱较歹，还是讲无啥爱插来，差不多是安怎一个大概的样貌？这是真歹讲的代志啦吼。你讲你啊。观察讲，这27个国家还是欧盟对咱台湾的关系，
其实爱放伫遐讲，先去了解讲欧洲对中国的关系来了解。先看迄边。嘿，先看迄边，再看台湾，我感觉安尼较清楚。因为基本上因拢遵守一中政策，哦，所以咱因对台湾甲中国的关系，伊一定界线就伫遐。所以你讲，即届各个国家内底，我上去了解德国是伊的联合政府啊，是真反中的哦。所以伊的绿党啦，甲自由民主党，伫遐选举的时阵讲啊清楚讲。爱断绝甲中国关系，甲台湾发展新的政治交往方式。不过，这个上台了后，就开始变化去啊！伊的国家利益需要中国的市场来支持伊的工业啊，发展汽车工业，这有90%是依赖这中国的。所以，伊你德国伊这国家的政策对台湾政策好歹，基本上。受了因甲中国的关系影响真大啦，不过这毋是表示讲无机会啦，吼。伫遐咱伫遐看咧讲，咱中东欧国家对咱台湾的好感是甲其他国家是无共的，比如捷克啦、立陶宛，吼，这个国家对咱台湾是过去几年啊，拢有真好的表现嘛，吼。所以咱即个选举了后，拢极右派对于伊的政治上的影响力是增加的啦。但是我要直接提出一点观察，就是讲，极右派即个伊的团结性是值得咱去观察的哦。伫遐选举进程呢，有人评估讲伊的得票率会破50%，破1/3。不过伊结果咧，伊即摆是总数是算起来差不多21%。21%的选票内底是比5年前加了30席，哦，30席是真济啦。哦，你讲30个人极右派的人，伫遐这大场所，定去练消话讲，反移民啊，反欧盟啊，这当然是对这个组织是伤害真大的。啊，即个选举了，我看出一个大问题就是讲，头拄啊4位老师嘛有讲过讲。因内底极右派立场是足分歧的啊，比如马林勒片，伊主张是讲，伊甲德国另类选择当时划分界限，伊认为讲德国另类选择太极右的极右，太极端了哦。伊主张讲走纳粹的那一套，他认为说这有伤他以后要造就他法国总统铺路的布局哦。所以在选举之前啊，伊就甲德国另类选择踢出伟大的头前啊 ，ID 哎。就认同于民主党这个党团内底哦，而且第三个观察就是讲，意大利是欧盟内底，敢若德国、法国之外第三大的国家嘛。啊，伊的总理啊，梅罗尼，伊即摆是甲迄个欧洲德行委员会的主席冯德莱恩是行足近的哦。系啊，最近一个镜头，奇怪，伊兄弟党的兄弟党的。对，最近是有一个镜头是伫澳洲啊，媒体是一直传出来，两个人穿同款的衫，同款色的衫，啊，而且讲话拢安尼勾肩搭背的，那姊妹啊，双胞胎安尼。对，所以伊中。意见是反对欧盟的，对，我看了真奇怪，才想要来问老师咧，因这两个人是讲对药吗？伊这几年改变伊的做法，伊即个选举内底，伊的嘴内底毋捌讲过讲反欧盟、反欧元，即个反对的话都无讲，伊用一个方法是讲爱欧盟发展成更加好经济导向的一个合作体，来促进这个意大利的经济发展哦，所以伊的态度是转变真大，所以咱这边在观察讲，欧洲极右派的发展，伫遐即个欧洲议会选举了后，并无咱所想的遐恐怖啦，哦，伊影响力是真大，有比前较大，但是无像咱这边讲什么极右恐惧症啊。老师安尼讲安尼，我本来是想讲德国的萨克森。因为萨克森迄个联邦吼，本来大捷点要去遐设厂，唔知会去用抗议的，因为萨克森嘛是极右派大本营呢。而且佫一个特色就是讲，即个欧洲议会中间派啊，中间派是3个政党啊，党团就是讲第一个是
欧洲民主党团、民主党、社会民主党团、甲自由民主党团，这三个是中间偏左中间偏右，中间这三个大党啊，伊加起来是400席，400席伫遐占720席内底是过半啦，57%是过半，所以一开选举进程，咱来预测的是讲，基本极右派它会成为关键的少数，来影响这个后面的政治发展，所以。即摆中间派以三党合作，会在超过绝对多数。伊伫后摆要推行的政策啊，只要这三党合作，就不需要关键的20%。对，所以这是咱会使较放心的所在。是，但是吼，你在法国遮侪年吼，你头拄仔你2-3摆你就讲你足相信法国人因咧选择的智慧啦，吼，但是。因的极右派嘛是这最近呢一直起来，啊，伊国内啊面对的问题也不少哦。对。哦，啊，法国人其实伊对中国，这个交往嘛真深哦。对。吼，嘛是首先承认中国的几个国家吼，到底这几当因对台湾的变化是啥物？这是一个真好的议题啦。第极右派，法国的极右派呢，咱注意到马克·勒本就是即摆马克·勒本的创始人吼，创办者吼。老实讲，我才讲应该是无甲小老国家的机密啦。因老爸捌来过台湾。哦。伊对台湾的成就啦、台湾的立场啦，讲恁台湾足用啊。啊，这个可能唔知影，但是我讲无要紧，这已经超过20档哦，人家改变了，来过台湾哦。伊来过台湾，对台湾的印象超好的，这第一点。啊，你会当看到讲，自因老爸甲即马甲新的这波德勒啦，吼，因推出来这候选人吼，你会当看出讲，伊这方面足重要，即马变做足够选举的。就是讲，伊甲民众咧沟通的时阵呢，伊较早足明显的迄种反对的立场内底呢。无搁这，无用搁这言辞啊，无，拢足用理性的方式。咱都爱安怎，咱希望安怎，咱应该安怎，无讲较早安尼足粗鲁啊，足霸就对啦。啊，霸毋是歹代志，因为你做代志你无霸，你都无魄力嘛，对吧？较草莽啦哈。较草莽型啊，即马无共，所以讲你咱看出咧局势咧改变，改变的意思甲人民认知有哪有直接的关系。啊，咱即摆讲，咱到法国，因为我是足过分啊，我巴黎去3遍，我做16档，最后这遍呢去6档加2档半吼，所以呢，对法国的各种的程度、各种领域内底，当然有相当观察啦。我唔敢讲我是专家，这在座各位作者。啊，即我要讲就是哦，咱会当注意到这点内底咱爱好好去把握。是安怎呢？因为新冠肺炎的关系，因为中国大陆伊真济。做法拢是要想办法去拉拢欧盟，尤其法国甲德国，目标是啊，甲分化欧盟甲美国的这个关系嘛。这咱想嘛知对无？迄三角恋情嘛。法国的立场这嘛真简单啊，我着顺势而为啊，对吧？啊，所以我摕到地订单对我是有利的啊。啊，表面上我去法国去中国啊，中国习近平去法国啊，互你真悬的礼物对无？这也免本钱的对，作为搞这小可代志嘛。但是咱伫咧国内内底，咱只有今仔日咧，捷克的国会副议长吼，原来来伫咧台湾。咱看这几档来呢，欧洲国家、欧盟国家，尤其是欧洲这主导国家，包括法国、德国、捷克，包括英国在内吼，包括意大利在内吼。因对台湾的了解吼，甲较早佫无共款啦。较早以前你讲啊，你台湾你提出来过了，可能你就拗出去啦。啊，想袂到讲，恁不但说存在，你阁愈来愈用。恁台湾啊，对因这国家来讲哦，当然无比所有的27个国家拢较细条。台湾算讲一粒目镜，但是你的经济体排名全球第21名咧。啊，欧洲人是足欣赏的哦。知影讲恁台湾有教育，有恁家己的传统文化内底，恁都做得还好对无？所以呢，对台有相当进步的正面的解读。啊，相对的，伊会讲恁的基础已经出在，所以呢，伊愿意甲台湾来哦。但是有一个原则，因拢是一种的原则。伫一种原则内底甲白条内底情下呢，你会当看出一个真好的现象。因愿意实质上甲咱继续发展实质的关系，这就是咱啊把握的所在。啊，咱如何将这国际社会道义上啊，
支持台湾、关心台湾啊、关心大海两岸这个议题，这力量呢，在必要的时阵化作实际上支持咱帮忙的力量。力量，迄才是咱的努力的目标。是，所以咱的机会有，但是咱要继续拍拼。啊，拍拼安怎拍的办法？有官方的，有非官方，有民间的，有包括咱媒体，对吧？这大家互访，双方若有更较好的了解，就有更较好的合作，未来一定是更好。所以我对咱的甲欧洲的关系内底，我是乐观的，乐观哦，乐观者，真乐观哦吼。啊，但是咱来拍拼，是啦，咱来拍拼欧洲文明甲咱东方吼，东征弱者这是共款啦，但是伊佫尊重强者，特别尊重强者。咱台湾伫咧眼中，法国人讲，恁台湾够厉害，风台地动登革热传统包佫歹手边，啊你佫加油，安尼有配合你，足配合你。所以你当看讲伊的